中國 TCL 電子與日本索尼聯合宣布簽署意向備忘錄，計劃喺電視同家庭娛樂領域展開深度戰略合作。呢個消息震動全球消費電子業，被視為係20年電視市場最具顛覆性嘅變局。根據備忘錄，雙方將成立合資公司承接索尼家庭娛樂業務 ，TCL 持股51%，索尼持股49%，覆蓋全產業鏈運營。沿用 Sony 及 Bravia 品牌，預計2027年4月投入營運。群智諮詢數據顯示，2025年索尼電視出貨量410萬台，年減13.3%，而 TCL 逆勢增長6.4%至3070萬台。雙方合併市佔率預計達16.7%，將超越三星的16.2%，助力中國品牌首次領跑全球。此次合作實現優勢互補，索尼坐擁高端品牌日價與畫質調校技術 ，TCL 則強於全球供應鏈整合及產能佈局。面板領域 ，TCL 華星有望承接索尼更多面板訂單，或引發全球 LCD 供應鏈重組。對索尼而言，呢個係弱化硬件、強化生態嘅重要佈局；對 TCL 而言，此舉補齊高端品牌短板，為衝擊全球冠軍奠定基礎，更標誌着中國電子企業全球化進入品牌同技術整合嘅新階段，為全球電視產業格局寫下新篇章。